世界各地拢有要求以下停战示威，但以色列是总算答应一天停火4点钟，互北加沙的百姓撤离。APEC 峰会要起稿，台湾的代表依然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另外，拜登甲习近平预计会伫咧 APEC 会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以下冲突愈拖愈久，毋但当地甲附近的国家是有大规模的反战抗议，即阵全世界各地嘛拢有人要求赶紧停战，莫阁伤害无辜的百姓啊！美国伫咧大众的压力之下，总算是出声要求以色列人道停火。即阵冲突是已经满月啊，以色列才总算答应讲一天会停火4点钟，互北加沙的百姓会当撤离。这一个月来，美国即寡挺以色列的行为是引起各界真反弹。连美国总统拜登民主党的支持者都看袂过。根据美联社民调，以哈战争了后，是有46%民主党的支持者无认同拜登处理冲突的办法，其中有65%是认为讲拜登挺以色列挺甲上超过。超过1500名示威抗议者，包含奥斯卡得奖的女明星苏珊·莎兰登，找到集合地纽约曼哈顿，要求以色列马上停火，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以色列所有资助。You do not have to be Palestinia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laughter of almost 5,000 children is unacceptable and a war crime. 以哈冲突已经进入第2个月，加沙卫生部讲，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818人，其中包含4400多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提到，搁再谴责哈马斯犯下让人非常生气的恐怖行为，并且讲，联合国正在发起12亿美金的人道的紧急募款，帮助巴勒斯坦人。伊拉法国总统马克龙伫巴黎召开援助加沙会议，也搁再强调暂停敌对行动，因为保护民众是不用担。La liberté de mouvement sur le territoire de Gaza est primordiale pour s'assurer que ce qui se passe à l'heure actuelle ne débouche pas ou ne devient pas un vrai nettoyage ethnique. 不过，以色列官员再度强调，是哈马斯选择开启这场战争。加沙地区的人道物资运送确实是无简单，也阁无存在人道规矩。美国总统拜登宣告是讲，以色列已经同意对7日开始，每天暂停4点钟在加沙北部的军事行动，让人道援助物资能进入，同时让民众能顺利来撤离。英国根据美联社上新的民调，民主党支持者对拜登处理中东地区冲突的方法，对8月57%认同，到11月6月敢若剩50%，无认同的对8月40%提悬到11月46%。另外，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宣告讲，基于人道因素，已经准备好释放1名女性加查甫囡仔，总共2名以色列的人质。不过，并无说明确切释放时间。这阵也有超过240名人质伫哈马斯手中。公视新闻新录配编译。因为以色列甲加沙轰炸的手段伤过超过，所以讲全世界是有真侪反犹太甚至是仇恨攻击的事件。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罗拜三就有2间犹太学校去互开枪恐吓。也若是伫咧德国，这一个月来嘛有过了100件反犹太事件。德国总理肖兹就警告讲，是袂互任何反犹太移民加做德国的公民。学校有封锁线，校门顶管有枪指控。加拿大魁北克省上大的城市蒙特罗，拜三是发生针对犹太的攻击事件，2间犹太学校的校门半面封开枪。虽然讲无人伤亡，但是针对因的意思是真明显。Canada, like most peaceful country, it's not safe because of whatever happening, like between Jewish and Palestinian people.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随发文来谴责蒙特罗市府嘛，强调讲绝对袂放过反犹太的行为。但是事实上，蒙特罗最近是一直传出反犹太的事件。伫圣吉暗进前，才有一间犹太教堂红弹汽油弹，有一间大学的2派学生因为对以巴的立场无共爆发冲突。蒙特罗警方讲，过去1个月，就有70多件针对当地犹太社区的仇恨犯罪，已经超过去年所有仇恨犯罪的总量。
镜头转去德国，将最近嘛因为新一波的以巴冲突造成社会无平静，尤其是牵涉到敏感的犹太族群。11月初，甲有几百个人行起咧街仔路，提醒大家，莫袂记咧发生伫1938年同一天的碎玻璃之谜。柏林的布兰登堡阁特别点灯，写讲错误绝对袂当阁来一摆这几字。Danke für eure Solidarität. Danke, dass ihr bereit wart, diesen Marsch zu gehen, um zu zeigen, Berlin steht hinter der jüdischen Gemeinschaft. 碎玻璃之谜是伫85当前，纳粹伫德国和奥地利就会攻击几千间犹太教堂，造成规涂骹拢是玻璃碎片，横看作是纳粹大屠杀的起点。德国人拜四是举办纪念仪式，除了记取教训，嘛是对最近一直增加的反犹太事件表态反对。Und deshalb muss auch jeder wissen, Antisemitismus, wer das macht, riskiert auch aufenthaltsrechtlichen Status. 在10月初7，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了后，德国伫一礼拜内就发生超过200件反犹太的攻击。伫上时，某北京清真寺是收到恐吓的报告。总理肖兹拜四是搁一摆强调讲，德国已经明定任何反犹太主义的人，拢袂当得到德国公民的身份，警告受份者莫做这种无路用的代志。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强新闻。根据调查，真侪日本少年人真惊讲电话，20几岁啊受访者有70%以上无介意，甚至是较袂晓伫咧电话当中甲人交流。分析就认为讲，这是因为少年人惯习用网络沟通造成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法国巴黎最近有真侪所在去向为大话之称恐吓犹太人。当局调查了后，怀疑是罗西亚的变鬼，为着让法国社会起冲突。英国《Times》报道，好莱坞的影星劳勃·迪尼洛去互女助理告，讲伊性别歧视常常甲伊演。时阵法院是判劳勃·迪尼洛爱赔人120万的美金。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讲要甲通货膨胀压到2%以下，照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是无啥信心，所以讲是有可能会阁升利息。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梵蒂冈伫咧网站表示，只要下性别者无引起公众的买单，嘛无造成其他信众迷失方向，就会当伫咧天主教的教会受洗。今年的 APEC 经济领袖峰会11月15到17要伫咧美国旧金山起稿。咱台湾今年的代表有关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会伫咧 APEC 会议面对面会谈，而且因有可能会宣布美中恢复军事对话。在座的各位代表团的团员，都是协助台湾走向世界的重要的力量。2023 APEC 领袖会议15至17伫美国旧金山举行，总统蔡英文搁再邀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咱国领袖代表。行前记者会嘛亲身交付代表团传达4项消息，强调台湾有能力嘛愿意为世界做更多贡献。第一，台湾将致力促进区域的和平及繁荣发展。第二，台湾将跟各国合作，打造更具弹性及韧性的供应链。第三，我们将努力地推动绿色转型，致力于缩小数位落差。接种将领袖代表丰富的经验，台湾和 APEC 的成员国加强交流，也能持续在各领域开创合作的机会。现年92岁，张忠谋伫蔡总统任内已经第6届担任 APEC 领袖代表，国家2006年已经是第7届。张忠谋表示，真欢喜总统交予伊的任务会拍拼完成。没有一个 APEC 的会反对这个区域的和平跟繁荣，我会努力的完成这个总统给我们的任务。今年 APEC 真受注意的焦点，就是峰会场边的拜习会。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两人让一年搁再面对面对谈，一定要宣布美中搁再进行军事沟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加12个众议员是联名呼吁拜登应该要要求习近平达成10项诉求，包括停止所有伫台海的军事行动，停止对美军进行拿查还是收容，释放美国公民这内容，通展现改善美中关系的诚意。记者综合报道。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完成全世界头一个规列目睭银移植的手术。过去目睭的手术拢是换眼角膜顶部分的器官尔。这个病患是因为去互高压电电到，所以讲面眼、倒眼拢总歹去。目前手术了后，病人的状况也算袂歹，血流真顺，目睭的压力嘛正常。不过，敢有法度定见公民，也搁爱观察。今年46岁，阿肯色州的退伍军人阿朗詹姆斯，在2001年6月做工课的时阵，互7000波度的高压电拍到，面是规个变形，失去倒边的目睭、鼻仔、喙唇、前喙齿、倒边的喙皮和下颌，含常常用的倒手骨，需要用转进去一面的医师医疗有名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去做面的重建手术。红白入器官医师名单3个月后，总算出现适合的。外科医师今年5月替伊做全球第一个全目睭的移植手术。第21点钟的手术过程，毋但是规个目睭血管、视神经拢做移植，外科团队搁做实验性的做法。因伫做视神经的连接的时阵，因甲在观众者身躯顶摕到的特殊干细胞注入去詹姆斯的视神经，希望会当刺激修复。Now we cut the nerve back here and the blood vessels in the back. The eye was brought into position. We connected the optic nerve, and then we connected blood vessels to the ophthalmic artery and vein to provide blood supply to the central retinal artery in the entire eye. 有的眼科专家本来是烦恼讲，这移植的目睭真紧就会缩甲敢若葡萄干这么细粒，但是对手术较大，詹姆斯的恢复是真好。虽然还无法度确定伊以后是毋是真正会当看会到，但血流真好，眼压嘛正常。MRI 资金做影的检查嘛看出伊脑部对光线的刺激嘛拢有反应。Oh, you know, I can smell again. I can eat again. Taste goo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year and a half, I got to kiss my wife. 人类目睭移植的手术本底拢是一直伫个眼角膜的部分尔，但是移植全目睭的动物实验有过成功的案例，即马詹姆斯的例嘛证明用伫人体嘛是会使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英国利物浦脚球队哥伦比亚球星路易迪亚兹，顶个月28，伊的爸母是去互反政府军民族解放军绑去。经过当地政府、教会，也佮有联合国斗救人，两个人拢已经克服平安放出来。这条英超利物浦球星路易迪亚兹的老爸老迪亚兹的这台车，由警方开道，受到当地民众热情的欢迎。换穿绿色的衫，老迪亚兹的手第二。伫咧经过13天的放假行巡，虽然看起来淡薄仔忝，不过昨晚总算被放出来，真感谢各界的援助。Darle gracias a Dios por esta segunda oportunidad de traerme de regreso a casa y agradecerle a todo el pueblo barranquero, a La Guajira y a Colombia por este gran apoyo que le han brindado a mi familia, de verdad. Gracias a todos, los quiero mucho. Muy pronto tendré la oportunidad de saludarlos y darles un abrazo. Muchas gracias, mi gente, muchas gracias. 迪亚兹的爸母顶个月28伫咧哥伦比亚故乡。和当地反政府的武装分子民族解放军绑架，伊的老母几点钟久了就被放出来，不过老爸被掠去13天。联合国证实有参加救援的行动，并且甲哥伦比亚教会人员合作，协助老迪亚兹被放出来。厝内人知影消息了，拢淡的庆祝。Fueron muchos días de incertidumbre, de desvelos, de trasnochos. Hoy estamos contentos, felices de saber de que ya lo vimos a través de la videollamada y está, no como quisiéramos, pero está bien, está vivo, que es lo que queremos. 路易迪亚兹是哥伦比亚脚球代表队的队员，接受当地民众嘉义。这件绑架事件伫咧哥伦比亚引起公众的愤怒，也扰乱政府甲民族解放军正伫咧进行的和平谈判。各个人权团体呼吁释放所有被绑架的受害者。公司新闻陈伟玲、吴义昌编辑。来关心环境的消息，世界各国多数的太阳能发电站拢是起伫咧陆地顶悬。不过，印尼暂时启用东南亚上界大铺伫咧水面上的太阳能发电站，望到2026年就会当达到零碳排放。
这个所在是伫西爪哇地区奇拉塔水库的集水区，铺地水面呢都是由大批太阳能板组成，拢总13个排列。伫印尼这个群岛国家，要甲欧美共款找到大面积的土地去陆地的太阳能发电站有相当的困难，所以才会找到共款大面积的水库集水区。一组一组的太阳能板先设伫铺板顶悬，再个分做13个排列。排列中央用电缆连接，甲电力透过陆地的送电网络送去附近的乡镇市区。Once completed, the Chirata floating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plant will provide enough electricity for 50,000 homes and displace over 200,000 ton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ach year. Floating solar technology will enable Indonesia to dedicate precious land resources to other productive uses. Floating solar plants can also help water preservation in dry seasons by reducing the evaporation rate, limit the growth of harmful algae. 另外，奇拉塔水库本身原来有水力发电厂，两个搭配嘛是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PLTA dengan kapasitas 1000 megawatt dan sekarang ditambah dengan PLTS terapung sebesar 192 megawatt peak. Ke depan, kalau dimaksimalkan bisa menambah kurang lebih 1000 megawatt peak. 印尼是石油甲燃煤的生产国，火力发电占的比例真悬，所以发电再生能源是政策主流。目标要伫2060年达到零排碳，这原来是互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外商投资当地的再生能源上界大的诱因。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印度空气污染真严重，首都 PM2.5的数据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25倍。病院内底有真侪打出事的红婴仔，就因为空气歹无爽快，真歹靠家己喘气。虽然当地政府是已经先停课、暂停工程、禁止柴油车，不过这农民烧稻草是真歹管，所以讲污染一直无法度改善。这一个月大幼婴仔天花地靠袂停，面内大送出桶，医生讲伊是因为新德里插鼻的空气造成身体无爽快。ऐसे घबराता है थोड़ा बहुत 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जकड़न सर इसमें 急诊室有真侪喘气困难的囡仔，大部分拢是气管加肺炎。每年冬天有3000万人口的圣德里，定定排伫全世界空气污染大城市的前几名。工厂汽车排出来废气、季节性烧稻啊，拢是原因。当局宣布紧急关闭学校，停止建设施工，柴油车也袂当驶。养过农民也是继续烧稻啊，政府无在调百姓的靠家己。We are planning to move out of Delhi. नर्सरी में प्लांट्स लेने आई, एक्चुअली इंडोर प्लांट्स लेने आई हूँ थोड़ा सा। हमने तो इतना बेचा सर पूछो मत। अब इस टाइम तो सर यहाँ पे हमारा डिस्प्ले का पीस लगा था ना सर। 本港实施即时动态世界空气品质地图 IQL 的资料。新德里吹到 PM2.5每立方公尺392克，是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标准达的25倍较低。医生警告讲，德里有毒的空气已经互无食薰的人的肺，袂输敢若是食薰食20几吨的人的肺共款。另外，美国芝加哥大学2023年一项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和德里居民的平均寿命减11.9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法国南部的奥斯塔尼亚大区，挖到真侪史前时代石碑，有的石碑受风吹日晒雨淋，是已经看袂清楚本地模样。不过，有的是还可会当看到一寡珍贵的图样，咱赶紧来欣赏。祖产人老阿伯正亨克因兜的后庭有放一块石碑，顶头刻的敢若是人的两只手相塌了，钉伫咧腹肚，向下骹看，一个人看到敢若是腰大的花纹。正亨克讲，45年前，伊伫咧内残的时阵去挖到这块石碑，认为是保有规家伙仔甲农作物的天才，就放伫咧亭内面展示。J'imagine que si c'était une copie, ils viendraient. 这种石碑雕塑伫西欧国家正普遍。法新社报道讲，专家认为因出现的时间是石器时代中期，差不多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讲，这款石碑的年代历史嘛已经超过4000年，是欧洲世界文化重要的遗产。Et on peut voir à sa surface, dans la partie haute, une délimitation qui marque le visage. On a ensuite les bras de chaque côté avec
les doigts de chaque main qui sont sculptés. Ensuite, on a une ceinture qui fait le tour du monument avec ses motifs en chevron. Et dans la partie inférieure, on a les jambes qui sont figurées avec les orteils. 不过因为战争加都市发展的需求，这款石碑真侪拢互人提起当作建材。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也就是法国第三共和第二遍鸦片战争加英法联军，一个破坏战争的年代，才个慢慢学出来。不过，农民发现因的过程，常常是因为内产的时阵去刻掉，当时这款石碑的材料正容易风化崩解，所以保存的工作是历史家、考古学家这么上要紧爱做的代志。因为史前时代无文字的记录，所以这款石碑顶头的雕刻花纹，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要个等专家来研究。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后礼拜一到拜五同一个时间再会。